新聞報導，全球最大宗比特幣洗錢案喺英國倫敦審理，涉嫌喺中國詐騙近13萬投資者合共數百億資金嘅主謀錢志敏，意外當庭認罪，仲等候宣判。全球注目嘅比特幣洗錢案，主謀47歲，人稱花姐嘅錢志敏，喺倫敦一個法院由翻譯員協助之下出庭。內地財新網報導，佢喺庭上眼含淚珠點頭認罪。呢一單龐氏騙局始於2014年，錢志敏被指喺中國透過天津藍天格瑞電子科技有限公司，以高回報嘅短期投資作招冀，不斷吸納新投資者，合共詐騙12.8萬人，並捲走超過430億元人民幣。騙局爆破後，錢志敏將資金換成比特幣轉移海外，並利用偽造護照，2017年逃往英國。佢之後因同另一位同黨温健，嘗試用比特幣買倫敦北部嘅豪宅，引起當局洗錢懷疑。第二年，英國警方突擊搜查佢哋嘅住所，檢獲6.1萬枚比特幣，市值逾55億英鎊，即約570億港元。錢志敏係2024年4月喺英國落網，被控持有同埋轉移犯罪財產，一度否認控罪。目前錢志敏仲郎等候宣判，而其同黨温健舊年判監6年8個月。案中另外多名被告亦都已經喺內地分別判處5年至10年有期徒刑。報導完畢。